续要来讲，台湾人真爱啉饮料。财政部的统计，这10年来，台湾的手摇店甲咖啡店，为12000间成长到22000间。也毋过南部人甲北部人爱啉的饮料是真无共哦。台北人爱啉咖啡，所以这个咖啡店一间一间一直开。大安区开上多，搁来是信义区。这个店家数占全台湾的1/4，来创造46%的销售额。那这个中南部呢，是手摇杯饮料店开上多，尤其是台中、台南甲高雄，这个店家数甲销售额拢占全台湾的15%。不少人咧排队，无论是天气热也是冷，拢会啉一杯啊。根据财政部统计呢，冷热饮料店在2018年全台总计有18000多家，而且呢，年销售额更达到了523亿元。开30块以上买一杯饮料，这当讲百姓是日常的生活，一档的销售额真惊人。台湾人真爱啉饮料，一天至少喝一杯啊，对啊，都这样啊。对，有出来就会喝这样子，对，但还是尽量控制。根据统计，2017年全台前5大手摇茶品牌是清心好转、好啊啦、红茶冰、有丝兰、茶之魔手、甲可可都可。业者还出奇招，有的是行政治路线，有的主打文青风，已经27档的休卡店来想办法，把饮料背出海外。北美那一带，尤其北加州那一带，对台湾的珍珠奶茶非常受欢迎，所以我们在那边呢，光是去年1年就大概加开了50家左右，所以现在总 total 在那边北美就已经超过100家，然后还有包含香港也有60几家。另外，亲像是可可都可，全球超过3000间；有斯兰关的企业一点点，中国大约是2000间。一方的水果茶嘛有1200个据点，讲茶也阁比韩国买去大部分的果园。其实手摇饮料伫台湾中南部真受欢迎，北部人顶多是爱去咖啡店。台北咖啡的一级战区就在大安区，大安区内呢有200家的咖啡店，换算下来等于每平方公里就有18家，密度是全台最高。第一名大安区，第2名是信义区，敢若台北咖啡店就占全台的1/4，销售额嘛占一半。台湾人爱啉饮料，开钱拢毋免想，嘛无怪手摇饮料甲咖啡市场竞争非常激烈。